绿星工业国际赛主会300亿万区今年年会选择伫咧大台南会展中心举行。活动一开始，特别举办10台社会服务车观证仪式，邀请前国际理事林奇国、韩国354C 区经在洪总裁、年会筹备委员会主席王一郎以及多位分会长莅临剪彩。国际狮子会是目前全球最大公益的服务组织，成立至今已经有108年。国际狮子会3001万区，我们目前是96个分会，3500多位的狮友。我们来自于云林、嘉义、台南。今天我们在大台南会展中心举行1年1度的盛会，就是我们的区年会。在这里，我们也有食步车、有服务到宅车、富康巴士、运输食物的车辆，总共有10台。我们都会捐给各单位，来服务偏乡的居民，让他们解决他们的困境，能够安心的过好每一天。除了观车仪式，今年年会也有安排星光大道、会议以及暗宴交流等。和各分会师兄师姐联络感情。那整个活动呢，我们会从下午有一个走星光大道，然后3点半我们会一个会议，大概到5点半至6点结束，然后我们有一个晚会这样子，大概是我们今天整天的活动的内容。曾鹏英总监也报告了国际赛主会300亿万区今年5大社会服务目标，包含儿童感情防治宣导、维护视力教育、糖尿病防治、关怀饥饿、环境保护等活动，以处置社会、用之社会精神，号召更多人做伙投入社会公益。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。